一開閘咧，見到呢個外檔嘅百勝威啊，首先搶出嚟嘅，跟住咧就係有呢個高材生啊，亦都唔慢。然後就有強者啊、原居民啊，最後啲嘅馬先至有呢個天岸啊，順利而出啦。然後就多位尾二包尾啊馬神噶啦。咁啊，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咧，見到呢個百勝威咧都係要搶喺前面喎。咁但係咧後邊咧高材生啊、強者啊拖住，跟住咧就係呢個原居民，然後就係順利而出啦。呢個多威啊、天岸咧尾二包尾咧就係馬神嘅。好啦，開始轉馬房灣嘅時候，百勝威已經係埋咗欄啦，終於。跟住咧就係有呢個強者喺中檔啊，喺第二位，然後就係有內欄嘅原居民外檔有個高材生喺3、4，咁啊跟住咧就係有順利而出啦，最後啲先至有多威啦，然後就係天岸喺尾二包尾依然係馬神㗎。而家轉咗馬房灣嘅時候啦，次序冇咩變化嘅，百勝威咧仲喺前邊咧，且放且留咧，前邊有2個馬位。呢個強者係一路吊住喺第2位嘅，跟住有原居民守住個內欄第3，然後就係有高材生啊吊住第4。咁最後少少咧，過嚟馬位後邊就係呢個順利而出啦，跟住咧就係有多威咧，就喺第6位啊內欄嘅位置，然後就係天岸仲喺尾二啊，包尾咧依然係馬神嘅。去到對面直路中間嘅時候啦，呢個百勝威咧仲係咁放下咧，就係前邊有成2個馬位嘅。咁跟住咧就係有強者啦，然後就係呢個原居民啊、高材生啊，啲次序仍然冇咩變化嘅。咁啊，再後少少咧，而家見到啊呢個順利而出啊，進佔啊第2位啊，大外檔推進，跟住先至有天岸，然後多位仲喺尾二個位置啊，包尾依然係馬神嘅。開始轉彎嘅時候啦，呢個百勝威啦係咁啦，推下啦，開始推啦，已經係仍然係佔先2個馬位，開始加速，然後就順利而出咧，外檔進佔第2位，跟住有強者啦，然後就係有呢個天岸啦，最後啲就原居民啦，然後高材生啊，呢個多位仲喺尾二啊，包尾咧就係呢個馬神㗎啦。一轉入直路嘅時候啦，見到隻百勝威仲係佔先咧，有大半個馬位嘅，順利而出啦，衝上嚟威脅佢，跟住有原居民係跟住喺百勝威嘅後邊啦，然後先至有呢隻天岸啦，然後先至有呢個係多威啊喺馬群當中啊左衝右突嘅，去到最後300米嘅時候啦，然後百勝威佔少少嘅原居民幾個節目賺一聲就穿咗出嚟啦，大外檔嘅馬神呢個時候殺上嚟啦，跟住有高材生咁樣嘅，去到最後200零米嘅時候，見到呢個原居民佔少少嘅馬神衝上嚟威佢，跟住有呢個百勝威嘅高材生過終點啦，第1名係原居民。第2名馬神，第3名就係百勝威。原居民呢一路跟住個扣女百勝威，啱啱攞到個靚位一穿出嚟啦，就展開強勁嘅衝刺。咁啊，馬神一路留到最尾㗎，咁啊佢慣用嘅戰術嚟㗎啦。終點前咧衝上嚟都有多少威脅啊？但係原居民呢仲有，畢竟呢都係側高一皮。結果原居民大熱取勝，開係熱啦，係馬神跑翻個第2，百勝威都捱翻個第3。好啦，呢場呢142愛倫啊捧杯兼起馬啦，呢隻原居民跟住喺百勝威後邊入到直路呢，穿個位出嚟。